大家好，我係周雲宇。今日我介紹嘅作品係籃球裁判手勢識別器。咁我哋嘅目錄有：一、發現問題；二、問題解決；三、作品介紹；四、創作過程；五、進一步研究。睇籃球比賽係一個非常大眾嘅興趣，但好多人都冇真正了解過籃球裁判嘅手勢，而花上大量嘅時間專門去記嗰啲複雜嘅裁判手勢同細節，對一般人嚟講實在係太麻煩啦。呢個時候，如果有一個可以識別籃球裁判手勢嘅識別器，咁我哋就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啦。我哋嘅作品介紹係通過精準大量嘅數據判斷唔同嘅方向，複式嘅籃球裁判手勢，並將大量嘅裁判手勢歸類為得分、犯規同埋其他。首先，我哋會將大約100張嘅實際樣本同埋大約50張嘅網上樣本放喺呢個 teachablemachine.com 呢個訓練模型進行測試，然後再反覆排錯，提高準確率。訓練完之後，就會放喺呢個線上手語識別器系統。我哋嘅籃球裁判手勢識別器實際應用幾乎唔需要任何成本，成本極低，普及性極高。而呢個識別器唔需要任何專業嘅知識就可以容易咁操作，操作非常簡單。佢同時可以讓成個籃球場嘅人同時使用，使用率極高。我哋嘅進一步研究可以通過增加資料範圍嚟達到涵蓋更多手勢嘅目標，可以增加影片作為資料涵蓋移動性手勢，收集咁大量、咁多面性嘅資料嚟提升呢個準確性。實際應用可能會遇到困難，所以如果要考慮實際應用，可以配備一啲軟硬體嚟配合本次設計嚟使用。嚟到總結啦，我哋呢個籃球裁判手勢識別器具備多項優勢，但同時亦有少量缺點。以後我哋會積極進行優化同埋創新，並努力令呢項方面嘅技術能夠應用到實際生活入邊，讓經常睇籃球比賽嘅使用者能夠節省大量嘅時間成本。多謝大家嘅觀看。